为着预防秋天甲寒冷的新冠疫情搁再炭烧，莫德纳 XBB.1.5 疫苗对今仔开始会分3阶段开始做。65岁以上高风险族群先做，10月初2开始会开放医护人员来做，上紧10月初9一般民众嘛会当做。台大病院今仔早起有200个名额，拢早就互注文了咯。只要做一档就能预防感染新冠肺炎。莫德纳 XBB.1.5 疫苗自2日开始做，第一波注的对象是65岁以上的士大人。病院领头台大病院自早起200个名额，无到9点就拢被有效满额。我们都是每一季都有打，那应该来打的时候我们就会来打，那也是保护自己、保护别人。以前打了就没事啊，也没有什么副作用，它就应该是 OK 的啦。因为新冠疫情依然在继续，而且 XBB 已经正做主流的病毒株，考虑到国内本土的并发症，65岁以上的民众就占70%。为了要降低感染新冠肺炎了并发重症加死亡的风险，疾管署宣布 XBB 疫苗将会分做3阶段来做。第一阶段是士大人优先，10月初2开始开放医护人员做，10月初9开始才开放全民做。重症的病患大部分70%到80%以上都还是65岁以上的长者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第一阶段是以65岁的长者来做一个宣导。疾管署表示，为了要鼓励士大人赶紧来做，各地方政府将会提供500块的礼券，还有10支家用的快筛试剂，以各县市所公布的资讯为主，请民众向各卫生局下属的医疗院所有效。伫做的时阵，要记得查身份证、健保卡，还有注射记录卡。另外，10月也是流感疫苗开始做的时停，新冠甲流感疫苗同时做，2种是袂冲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